各位好，我係鄭耀輝，希望你哋喜歡我呢本書畫集。多謝各位。大家好，今日我想介紹另一張畫作。呢張畫咧，我寫咗係呢個雲啦，雲用雲海呢個中國嘅雲海。咁咧就寫咗首詩去形容呢張畫。咁就我哋睇下先。氣勢萬千橫空嶺，天下文章盡入雲。風流雅意金碧現，流入清興似醉人。呢首詩咧就係形容呢啲雲喺度行緊，橫空咧就即係喺空中裏邊好似啲山嶺咁樣去寫文章咧。呢啲雲咧代表好似中國嘅文章咁樣有一大段咁樣寫得非常之好，風流爾雅已經睇呢一張畫已經能夠醉人。醉人咧即係話平時嚟講要飲酒醉人啦，係咪？睇見一張畫已經可以陶醉咗你喺裏邊啦咁樣。希望各位喜歡今日張畫作，多謝各位。